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云门舞节的舞者专工来指导家己新港的安和国小甲月白国小的学生，学习这云门舞节当中经典的作品《新团》内面的一站正作甲丰收，希望透过这舞蹈的方式，唔但展现农村的生活文化，也要来提升新港的艺文教育。云门舞节的舞者带着国小的囡仔做一寡简单的动作，互因学跳舞的时阵，骹手较放会开。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云门舞节来指导22位学生，学习云门舞节新团这个作品当中一段经典的舞正作甲丰收。其实新传含这个舞吼，就正产这个舞，拢完全是因为新港这个童年的这个记忆是很重要的种子，所以有这个舞。所以今仔日会当转来，哦，咱新港的小朋友来跳这个舞，我感觉足欢喜。安和国小是新港的小学校，目前敢若20多位学生尔。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这届新团的训练甲表演，唔但互人了解在地农村文化，嘛互偏乡的学生会当来增加自信。跟林怀民老师就是跳他编的舞，因为他的影片跟舞都是他自己亲手编的，然后也是不公开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蛮值得，也蛮开心，蛮有意义价值的。大家拢一直关心这件代志，我相信后摆会像怀民老师讲安尼吼，大家拢做伙来关心这新港这个艺文文化。感觉做得幸运的，因为伊会当来咱的安和乡，互咱的囡仔学跳舞。22位学生伫云门舞节主亲舞者的指导之下，要用3个月的时间学习表演正作甲丰收这段舞。林怀民表示，学习的过程真辛苦，希望在地乡亲时代会当鼓励甲支持这的囡仔，做伙来参与新港的艺文教育甲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